学院的一角，几个高师大研究所学生爬上爬下，手里拿着装置用的黄碟，为荒废的烟楼添新衣。干南人呢河坝汤米，就是像我们的河坝买米；干南人呢台尊汤米，像我们的大尊买米。美浓歌王林生祥用创作向土地致敬。美浓出身的刘义姿很有所感，在教授指导下，让艺术走入社区，和土地对话。是来这里的这种土地的感受会特别的强烈，会觉得为什么这里的文学家或是诗人写的作品都是跟土地，然后农村或者是环境有关的东西。对，顾虑对环境的尊重，所以杂草不除，让黄地有食草；砖墙不砌，保留在地原本的面貌。这个团队希望让大家感受艺术可以就在生活场域里。我们在做创作的时候，有考虑到这里的环境跟视野光线，希望我们的创作不要破坏这里的植栽的生长环境，不然会影响蝴蝶来这里栖息的状况。这样子。对，像现在啊，午后快要下雨了，对不对？然后我很珍惜这个片段，因为你知道我旁边有好多黄蝶哦，他们都躲在树叶下面要躲雨耶。爱懂好多亚比，我好喜欢来这里。孙唐、如汉、张磊亮，慢走，有空再来玩。在这里的创作也许都留不了太久，墙上图案刻意不用油漆，用软硬贴纸，也是避免外来强势的心态。响应黄蝶季，在前往黄蝶谷的主要路线上，创造一个有美感的空间。期许当艺术不关起门来，文化因子能像翩翩黄蝶漫天飞舞。艺术走入社群是这几年的潮流，学习跟环境沟通、融合、对话，也正是它最可贵之处。爱懂好来亚比，孙行有限张来了。爱懂好来亚比，孙行有限张来了。